地間人群裏充滿情滿溫情，尋人生無窮美，真與善更充實。無夜裏映照着星光飛，揮開心中風雨，天晴朗。一個星期日嘅上晝，天色晴朗，校長帶晒所有冇返屋企嘅宿生去爬山。嗱，水就冇啦，橙就有2個。橙皮都食得嘅咩？食得。好食咩？好食啊！解唔解渴啊？解渴。咁我要一塊。我要。冇急，慢慢嚟吓。我哋每人都分到一塊橙皮，我將橙皮放入口裏面，用力一咬。好苦啊！點食啊？咁你可唔可以吃苦啊？我要吃得苦。我用力咁咀嚼，發覺橙皮雖然苦，但係就係一種特別嘅橙香味，口腔仲因為橙皮嗰種苦澀嘅味道刺激而充滿口水，冇咁口渴。諗唔到橙皮果然有用。自從嗰日開始，我就愛上食橙皮，但係慢慢我就發覺橙皮已經唔能夠滿足我要食更多嘅皮。返緊工嗰陣，我會食檸檬皮。諗緊嘢嗰陣，我會食蕉皮。睇電視嗰陣，我會食炸魚皮。甚至乎食麵包，我都淨係食麵包皮。有時我喺度諗，我食皮已經食上癮。如果大家受到成癮問題或其他精神健康問題困擾，都可以透過以下方法聯絡我哋㗎：電話、WhatsApp、Line、微信、Facebook。你都可以揾我。你有呢啲問題啊？打嚟揾我啊！幾多個電話啊？打嚟啊！